始終呢啲悲劇係一個好多方面嘅原因互相影響啦，亦都係長時間去累積嘅問題嚟嘅。咁所以呢個首先要強調啦，就唔好過分簡化一個悲劇啦。最主要去關注可能就係我哋要諗下，香港家長點解會咁多焦慮於子女嘅一個學習嘅情況？即係香港家長對於育兒嘅焦慮呢，我諗係一個重要嘅問題。傳統上呢，會覺得係一個思維向上流動同埋一個保障未來嘅主要嘅途徑。咁所以就變到好似就唔係淨係功課嘅問題咁簡單啦，好似就係關乎於成個家庭嘅聲望啦、地位啦咁樣嘅大事。所以如果處理得唔好呢，咁啊家長會將呢件事可能就會過分放大。呢個我諗唔係淨係香港嘅，所以呢啲問題如果出現咗呢，大家都需要去注意，係咪需要去尋求協助？咁至於話點樣去減壓呢？其實有幾點大家可以去留意下。第一點咧就係要去改變自己嘅諗嘢方法，就係要知道就係self care 咧就唔係一個自私嚟嘅。呢個我諗好多家長同頭先我哋話過度延伸都係相輔相成啦。你過度延伸就將自己同小朋友嗰個界線模糊化咗，將小朋友當成自己啊嘛。咁而呢個自我嘅照顧都係一樣嘅。你首先要將自己抽出嚟，喺呢個關係抽出嚟，你要 take care 你自己。咁呢個好緊要嘅。譬如話我哋去搭飛機嗰啲安全指引咧，都講噶，有咩事你自己打氧氣罩先，咁你先可以俾小朋友。同樣地，有咩事喺呢個漫長嘅 parenting 嘅 journey 嗰度，有咩事你自己照顧咗自己。即係你自己俾咗氧氣罩自己先，咁你先會有能力、有精神、有一個好嘅心理健康嘅程度咧，去同小朋友去面對佢未來嘅壓力或者挑戰。我哋有句俗語噶嘛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，其實都係一個類似嘅意思。你要休息，你要去照顧自己，呢個好緊要，才能有才你先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好嘅父母，去照顧到你下一代。第二點咧就係你需要有 me time 咯，me time 都係其中一種照顧自己嘅方法啦。即係最好就係無論你幾忙都好咧，時間擠出嚟，可能有15分鐘每日，你淨係自己一個，你乜都唔理啦。韞喺間房又好，喺廁所又好，或者出街又好，去淨係俾自己一個同自己相處嘅時間，去讓自己嘅壓力得到釋懷啦，去同自己傾下偈啦。去同自己講下，點解咁樣做，或者你點解咁樣諗嘢，係咪一件好事？同自己傾下偈，同自己傾下偈，讓自己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啲乜嘢。咁樣係好重要，即係你將你自己同自我拎翻一層，連結翻一層，呢個係對自己嘅精神嗰個 foundation 咧，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。第二，仲有一點就係唔好將育兒成為咗你嘅 everything，即係當然育兒係一個好重要嘅嘢，但係我哋嘅人生中有好多面向，譬如話你有自己嘅工作啦，你有自己嘅興趣啦，你有自己想要做嘅嘢啦，你有屋企人啦，你有朋友啦，讓你得到唔一樣嘅正面嘅 feedback。近來都成日見到好多唔同學童嘅一啲悲劇發生，咁自然就會將好多聚焦喺學童。但係我諗都需要去加強翻啲教育，就係除咗係學童嘅精神健康咧，家長嘅精神健康咧，同樣都係需要去關注，需要去值得去更加多嘅教育嘅。由於你知道家長嘅精神健康就係同子女嘅精神健康息息相關。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多啲教育或者係工作咧，去支援多啲家長嘅精神健康咧，其實變相或者係間接或者直接嚟講，都係支援緊我哋嘅小朋友嘅精神健康。服務方面可能都需要更加切合翻家長嘅需要。你知道家長可能要工作，唔工作嘅家長日頭都好忙嘅，好多唔得閒去睇醫生，唔得閒去見心理學家。咁會唔會有一啲係譬如話夜晚嘅？
晚間嘅服務或者係甚至乎係網上嘅服務咧，可以更加容易俾家長去了解到啦。